This is Liberation Day, waiting for a long time. April 2nd, 2025 will forever be remembered as the day American industry was reborn, the day America's destiny was reclaimed, and the day that we began to make America wealthy again. 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嘅 channel。美國總統特朗普愚人節後公布關稅新政策，以一國之力戰全球，係一人之力挑戰全球。上一次敢下如此戰書嘅就只有慈禧太后勇戰11國。美國嘅貿易逆差一直不斷創新高，呢個係事實。美國冇諗過改革咩？咁梗係有啦，但係兩黨長期以嚟嘅辯論談判得出嚟嘅結果就係拖得就拖，因此呢一個問題亦都一直冇被緩解。亦正因為咁樣，特朗普先至以快出招。但係貿易逆差就只有壞事，美國貿易逆差就係等於全世界都喺度嗒緊佢嘅豆腐。呢個問題先挖個坑，以後再講。講真嗰句啊，我做呢個視頻嘅時候已經感受到特朗普嘅功夫啦。我已經係經過4次嘅視頻修改啦，因為呢個星期入邊發生咗太多事。寫完美國本來想分析一下中國要唔要反擊，結果稿都未寫完，中國就話反擊啦。OK， 反擊就反擊啦，結果美國又出威脅，又打亂咗我寫稿嘅計劃，當然仲有我嘅期權策略。咁我就乾脆等一等啦，睇下後面仲有啲咩招數啦。最後我喺4月9號晚上重新整視頻嘅時候，到咗凌晨時間，特朗普又話對75國延長90日嘅關稅，中國馬上執行125% 嘅關稅。諗嚟諗去，算啦，我都唔想預判佢哋嘅預判啊，感覺已經麻木晒啦。一唔係就唔分析啦，就只不過係黐一個熱度嚟講一講關稅呢個話題啦。Starting tomorrow, the United States will implement reciprocal tariffs on other nations. It's been a long time since we even thought of that. We used to think about it a lot. We didn't think about it for many decades, and you see what's happened. For nations that treat us badly, we will calculate the combined rate of all their tariffs, non-monetary barriers, and other forms of cheating. But we will charge them approximately half of what they are and have been charging us. So the tariffs will be not a full reciprocal. I could have done that. European Union, they're very tough, very tough traders. You think of European Union, very friendly. They rip us off. It's so sad to see. It's so pathetic. 39%, we're going to charge them 20%.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establish a minimum baseline tariff of 10%. You notice that on the chart? And that'll be on other countries to help rebuild our economy and to prevent cheating. 我哋從中國出發，中國以美國為最終目的地嘅出口商品佔總出口商品嘅1/4到1/5，其中包括東南亞轉運點嘅商品。特朗普挑機全球關稅，即使中國而家馬上揾美國以外嘅市場交易對手嚟吸收呢個出口商品嘅體量，做起嚟都係地獄級別嘅難度。中美兩國貿易戰開打多年，雙方都想出大招。鬼波氣歌，但係雙方都有所顧慮，或者我粗俗啲咁講，就好似兩公婆咁，大家喺某一個方面都睇大家唔順眼，但係無論點樣，最終都係要有一方稍微讓一讓步，如果唔係兩方都會損傷自己，並且會禍及無辜。講到呢度可能會有人反駁我，加徵關稅係美國自己害自己，唔關中國事。我想講，我哋要用而家嘅量度標準嚟睇睇而家嘅情況。特朗普敢喺呢個時候挑釁，一方面除咗係因為佢冇食藥之外，另外一方面就係因為而家已經唔係1930年代啦，當時係圈子時期，而家係地球村時期。
即係話經濟係隨着全球供應鏈去影響全世界嘅，貿易戰又好，關稅戰也罷，全球經濟都會受到重創，只不過係創傷嘅程度唔一樣。美國就目前嚟睇，截止到2025年3月份，佢仍然係世界嘅一級大國，而且美元同埋美債仍然係一種好好嘅避險工具，亦即係話美國嘅經濟底子都仲係喺度嘅。但係反觀中國呢一邊，近年嘅外資減持或者係撤離，同埋青年嘅失業率等等，我哋不得不承認中國嘅經濟步伐正在放緩。呢一種狀況，我哋更加需要嘅係穩定，以柔克剛。另外，無論幾多人鬧特朗普都好，佢哋到目前為止都只不過係拍台拍凳嘅狀態，都仲未到翻台嘅狀態。但係咁係咪代表中國就唔可以反抗呢？我又完全唔認同呢一種說法。我始終都係相信有危必然有機，因為美國搞亂咗世界格局，想要重塑，講就天下無敵啫。美國喺呢一輪關稅戰開戰之前，國內嘅物價水平並唔係十分理想，勞動力並未充足，呢一點已經係一個痛點。未來係點我都唔知，不過我可以肯定嘅係，大國保護細國嘅法則將會喺一段長時間內持續削弱。OK， 一下子就講咗總結出嚟，咁接落嚟我哋就簡簡單單拖個時長啦。老百姓日常生活該怎麼過日子？我比較擔心是，萬一將來鬧大了，外匯的這種老百姓用外匯用不了，然後孩子出國上學呀，就會受影響。國家的領導人他們都很聰明的，他們應該是有自己的策略的，互相先嚇唬一下，然後再看看反應，到最後我覺得解決的辦法。應該到最後會有這個妥協，會有 compromise。關稅呢樣嘢好複雜，其中包括匯率、進出口商品嘅複雜性、港口、氣候因素、人為操作、法律條文、翻譯解讀，而且仲有政治政策。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I hope it's going to stay that way. I have great respect for China. But they can't do this. 從我個人嘅風控視角嚟睇，要將關稅講得明明白白嘅話係好難嘅。因此討論關稅嘅時候，我哋要假設特定嘅風險因素不變，就好似量化模型下做敏感度測試一樣。譬如我哋會假設氣候宜人不變，法律條文清晰明白，翻譯能夠準確表達，人為操作冇毛病，港口運作非常好。但係有啲因素呢，我哋亦都好難設定佢嘅不變，例如係政治因素，尤其係有一個武功又快又狠嘅總統。天下武功，無堅不破，唯快不破。如果硬要我將關稅講得簡單啲嘅話，咁我可以按照特朗普嘅說法嚟講，關稅就係進口國家對出口國家嘅出口企業嘅出口商品實行稅收。如果關稅高，自身國內對於進口商品嘅消費成本就會高，國內嘅人就自然會選擇本土企業生產嘅商品嚟購買，復興本土企業。但係問題又嚟啦，復興本土企業，關稅係咪唯一嘅手段呢？喺貿易自由嘅制度下，如果要保護國內新興行業同埋國家安全行業，限制貿易或者係提高關稅係無可厚非嘅。放任何一個國家嚟講，都會咁樣做。畢竟新興行業需要產業升級同埋調整，就好似一個 baby 一樣。一出世就將佢放入社會同人競爭嘅話，咁家長肯定唔得啦。但係為咗保護本國就業或者係本國嘅產業而實行關稅加徵，呢一個道理成唔成立呢？對待呢個問題，我哋首先引入一個術語：比較優勢。比較優勢嘅意思係，如果 A 喺生產某一個物品嘅時候，機會成本比 B 少，
咁 A 就有比較優勢。舉個例，製造業強國嘅中國製造一部單車需要放棄50粒螺絲，而同一種單車美國需要放棄100粒螺絲。咁好明顯啦，中國喺製造單車上比美國有優勢。我再舉一個簡單嘅例子，你洗碗嘅機會成本係放棄輔導小朋友10題數學題嘅時間，而你老公就係放棄20題數學題嘅時間。咁好明顯你就有比較優勢。呢個時候就應該係你同你老公交換，又或者係叫合作，你輔導數學題，佢負責洗碗。國際貿易都係一樣，利用比較優勢放大雙方利益。講完比較優勢，我哋回歸到上一個問題，保護本國就業或者本國產業而實行關稅加徵，呢一個道理成唔成立呢？喺展開呢個話題之前，正如我上面陳述嘅，我哋需要有一個心態，就係需要用而家嘅量度標準去睇返而家嘅情況。美國生產一部單車需要放棄100粒螺絲，咁引入進口之後就會因為呢100粒螺絲而保護唔到國內就業？呢個好似好難講得通啩？100粒螺絲凸顯唔到你嘅優勢，咁首先你要承認你嘅產品落後啦，然後喺呢一個基礎上開拓另外一條賽道嚟競爭，咁你美國嘅優勢咪出嚟咯？保護本國產業亦都完全唔係一個加徵關稅嘅理由，因為產業已經唔係新興行業。既然你已經有一定嘅管理底蘊，咁你更加應該要放開競爭。不過特朗普聰明在於喺過去嘅1個幾星期入邊可以睇出，佢並唔係在意單車啊、衫啊呢一啲細商品，佢嘅一刀切醉翁之意喺邊一度呢？正如我上面提到嘅，關稅呢個問題好複雜。如果特朗普喺關稅嘅問題上夾雜咗好多政治因素成分，咁又係另外一個話題啦。喺呢度我就唔展開啦。就係因為各國有各國嘅比較優勢，所以先至有進出口。進口係因為進口國本地需求過多，而且供應不足。為咗方便講明，我撇除咗關鍵嘅進口配額，粗略咁樣舉個例子。進口。我哋從美國嘅視角睇，譬如蘋果喺美國需求係100噸，但係本地生產只能提供到10噸，咁90噸就需要從中國出口過去，並且以500G $100賣出去。呢一個係零關稅時期嘅供需關係。實施關稅之後，假設中國出口蘋果量不變，而且成本係完全可以轉嫁到消費者身上，最終以200蚊500G 嘅價格去出售。得知價錢上升，生產者投入生產，因此本地供應上升。但係因為蘋果價格上升，美國本土消費者唔想食蘋果啦，所以蘋果嘅需求收窄。從美國嘅呢個角度嚟睇，消費者因為價格上升少咗對蘋果嘅消費，生產者因為價格上升而超額生產，睇上去好似美國並冇因為關稅嘅增加而改變咗國內嘅消費狀況。因此喺呢種假設前提下，美國就係自作自受。但係呢一個係理想嘅狀態。如果關稅成本唔可以完全轉嫁到消費者身上呢？呢一個問題有一個 key point， 就係商品係有代替品嘅。蘋果貴咗，我可以唔食佢，轉而食 banana。當然呢個例子比較粗俗啦。如果商品比較難去揾到平替品嘅話，咁都仲可以支撐到一段時間。除咗呢個 key point 之外，仲有就係商品嘅出口最終目的地嘅所在市場，對於出口企業嚟講係唔係好重要？係唔係強大嘅消費市場？如果係嘅話，關稅就好容易造成出口國嘅社會福利損失。亦正正係因為呢一個原因，美國宣布關稅新政策嘅時候，越南乾脆直接棄權唔玩啦。當初預言家們講2025年唔多太平，咁睇嚟預言都幾準㗎喎。OK， 我哋就首尾呼應一下啦。
前面所講嘅中國有大體量嘅貨物嘅最終目的地係美國市場。如果思想激進啲，我哋唔同美國合作，咁 O 唔 OK 呢？要知道每個人有每個人擅長嘅事，同樣每個國家都係。呢一種做法係會造成社會資源嘅浪費。國家應該 focus 喺自己擅長嘅領域上，例如美國係農業技術、係金融等等，我國係製造業、係自然語言 NLP。冇錯，我係認為自然語言處理係中國嘅長處。正因為咁樣，中美貿易誰也不能缺了誰，雙方都唔可以妄自菲薄，但雙方亦都唔可以自視甚高。最後喺風起雲湧嘅江湖入邊，希望失業率可以下降，希望物價可以下降，希望一切都會好起嚟。今日嘅視頻到呢度啦，如果大家鍾意嘅話，不妨 subscribe 點個 like、comments and share 啦。OK，我哋下個視頻見啦，See you。